来关心中国继续派无人机来侵扰台海，咱国防部是头届有去记录到攻击型的无人机出现伫东沙岛附近。这款攻击型的无人机上大的特色是会当装12粒飞弹。中国军机持续扰乱台湾，国防部测试公布侦查到29架中国军机，其中有16架下过海峡中线。还有5架中国军舰伫台海附近的活动，其中1架攻击2型无人机是头一届防公布出现伫台湾防空识别区内底。翼龙系列无人机不断成长，家族日益庞大，在战场上共发射数千枚实弹，命中率始终保持在90%以上。这架攻击2型无人机是由成都飞龙机工业集团研发的翼龙2无人机军用版。伊当阵中国讲因研制出中国版的美国死神 MQ9， 一只会当做侦察甲打击、长时间高空监测无人机。除了连续飞行的时间会当到32点钟，上大的特色是会当挂12粒飞弹。学者分析，虽然这架翼龙2敢若出现伫东沙岛东北边的空域，不过未来无排除长时间会伫台海附近拍酷射的侦察。那像这一次，我们就会看到，如果说这个 BZK 它是在在这个台湾海峡的相对的上方的话，那如果它今天的一个翼龙2型是在东沙岛这一块的话，那有可能这一次他们演练是希望做到海空联合封锁台湾海峡，这一点是我们未来可能还可以去观察的方向。中国最近真正利用无人机增加咱国空军外在的负担。因若有想要出来参选总统的美国前副总统朴斯，伫乔治城大学的论坛表示，中国构成真大的威胁，美国应该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。We will stand with a free and democratic Taiwan and sell Taipei the weapons it needs to defend themselves. 朴斯顶个月伫智库演说的时阵，佮讲中国可能会变做恶一个帝国，应该全力扩大对台湾军售，来阻挡中国的威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